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100篇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这段诗篇的经文。诗篇第100篇，感谢的诗。全队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，着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，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，着用颂赞入去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，伊的信息透到万代。今天这首诗篇100篇，短短的5节，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喜欢这首诗篇，也很容易记住这首诗篇，也很容易把这首诗篇背下来。特别诗篇100篇的第4节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是我们很喜欢的一段经文。第5节，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那这首诗篇100篇呢，没有提到作者，只有提到它是一首称谢诗。那它的背景，我们昨天有提到，跟诗篇99篇，可能都接近，就是在列王纪上的第8章，也就是在所罗门王献圣殿，把圣殿盖好，要献圣殿的时候，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圣殿的那个情境当中，而所发出对神的赞美的诗篇和诗歌。而这一首诗篇当中，在我们的圣诗的230首，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齐做来我上帝面前，大声吟诗俄罗伊经，上帝至尊人人着敬。也是引用诗篇100篇1到5节的歌词。那跟我们在唱颂龙也很像。那还有圣诗的起应文的第24篇，也是来自于诗篇100篇哦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，能够来读这首诗篇100篇。而诗篇100篇呢，可以对照的非常接近的，就是诗篇的95篇。95篇只有11节但是诗篇的95篇呢，有提到呢，要向耶和华欢呼，然后呢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然后呢，有提到说我们要来敬拜他，讲到说我们是他所造的，是他的名，是他草场的羊。跟诗篇的95篇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，是他手中的羊。所以非常接近的地方哦。那这诗篇95篇只有短短的5节，是一首很浓缩或是说很精炼的诗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。那这里这首诗呢，的特色就是有7个命令句，所以你每看到一个当，就是一个命令句哦。透过这7个命令句，就是一个完全，在7代表完全，就是一个完全的感恩，或是一个完全的敬拜啊。所以每一个命令句都会加上一个动词。所以第1节当什么呢？向耶和华欢呼。所以这个欢呼呢，跟昨天或是前面我们有读到的这个歌唱，对不起，这个但第2节的这个歌唱呢，是同样类似的意思。好像第2节第2个当就是要乐意侍奉耶和华，来到他的欢唱，来到他面前。所以这是第2个当和第3个当啊。所以第2个当呢，就是要乐意侍奉，侍奉，就是要服侍。所以侍奉要带着欢喜快乐。第3个当呢，就是要欢唱来到他面前。这里强调不是唱，强调是来就是要一个动词，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而这个欢唱的意思呢，就是赞扬的意思，或是响亮的呼喊。那和本把它翻成欢呼、欢唱。所以第1个当要欢呼，第2个当要侍奉，第3个当要来到他面前，第4个当在第3节，当认识耶和华是神。怎么样认识呢？这个认识呢，跟我们前面95篇或是前面提到这个认识一样，跟创世纪的第4章讲到的是一种察觉，是一个经验，是一个体悟，是一个在洞房之夜的一种亲密的关系。
所以第四个当呢，提到我们跟上帝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有一个察觉，一个灵性的觉醒。哦，就那觉醒是什么觉醒呢？哦，原来我们是他造的，哦，原来我们是上帝所造的，也属于他。我们不是只有属于我们的祖先，属于我们的爸妈、父母，好，不是只有属于我们的老板、上司，是属于神的。而我们是他的名，有一种认识。哦，当小的旧的和本翻成当小的，好那和修本翻成认识。好，就是要知道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我们能够有草吃，能够有吃喝穿，好，都是一切是神的供应呢。所以这个认识是第四个命令，当认识。第五个，好第四节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。第六个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；第七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所以第五个呢，称谢啊，就是一个表达谢意啊，动词在于进入他的门哦。所以第五个命令呢就是我们第三个是要来到他面前，第五个是要进入到他的里面，好，进入到他的殿里面，进入他的门。第六个是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好，所以呢，是要带着赞美，好来进入到他的院内，所以啊，感谢进入神的门，赞美进入神的院，是让我们亲近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好，如果我们不是会向神感谢，因为没有认识嘛，认识之后我们才会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你创造我们，感谢上帝你喂养我们。当我们开始感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赞美的层次。所以这里呢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敬拜的一个过程，从认识神到感谢神到赞美神。那第七个当好，就是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好动词是称颂啊，好，所以从前面的赞美到最后的称颂，而这称颂呢，就是我们提到神的名，好，提到耶和华，提到上主，提到亚卫阿多奈的时候呢，是带着称颂的心，带着称颂的一种敬意，还有敬畏，好，是一种带着喜乐。所以这种是一种没有办法分割，好，是一种结合，或是一种综合。从我们全普天下就是全地，那向神欢呼，然后呢乐意的来侍奉神，然后呢欢唱来到他的面前，然后呢第四个是认识神耶和华是神，他造我们的神，是喂养我们的神。第五呢是称谢来进入他的门，第六呢是赞美进入他的院。而最后第七呢，是感谢神来称颂他的名哦。好，那最后一节第五节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哦。我们有提到说，从93篇到100篇呢，都是称颂神是君王的诗哦。好，但除了94篇，还有100篇，好，没有讲到直接的提到说，神是王，好，或是耶和华作王。但是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上帝像是王一样的，来和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。而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呢，也应当要紧紧的抓住，让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相信他是我们的王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，而不是只有虚情假意，也不是只有带着一点点的敬意，而是当我们与上帝有越亲密、越紧密的关系，我们越能够在每一天、每一时时刻刻都能够赞美神。思想保罗、希拉，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，他们虽然被囚禁起来，但是他们在夜间的时候呢，歌唱赞美，因为他们真的感受到上帝的伟大，真的感受到上帝的不可思议，真的是乐意的侍奉、欢唱来到他面前，因为认识神。然后就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就赞美进入他的院。当他们保罗、希拉开始感谢神、称颂神的名的时候呢，上帝就自己动工，好，他就让他这个监狱呢就大震动，好，甚至他们手上脚上的这些幕僚的这些木狗呢都脱落，好，甚至连监狱的门都打开了，许多的犯人通通都跑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是因为耶和华本为善。好，那在这几首诗篇当中呢，好像昨天的诗篇讲到我们的神本为圣，那
96篇呢说耶和华本为大，好，那今天100篇呢讲到耶和华本为善，好，所以这本呢就是讲到他的本质，好，讲到神，好，他的性情，好，他的属性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认识神。看见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是一位良善的神，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，是一位荣耀的神。读诗篇或是学习诗篇、唱诗篇，好，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更加的认识神，也能更加的从我们的心里面，能够从多方不同的情境、不同的意念、不同的视野、好不同的观察，更加来看见这一位同样的这一位神，他的奇妙和伟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我们赞美你。当我们思想所罗门王按着他父亲的吩咐，把圣殿建立完成奉献的时候，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圣殿，而所有的百姓在那样的情境当中，对神的敬拜是多么的荣耀的时刻，全心全意的时刻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从圣经当中看见人对于在地上或是只凭地上的眼见，却没有凭信心的时候，在柔美的圣殿，而人依然在圣殿里面，或是在圣殿前面来犯罪，甚至悖逆或是遗忘神。愿圣灵帮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从心中来赞美神，从心中来向神欢呼，乐意侍奉欢唱来到你的面前，认识你是我造我们的神，我们是属于你，我们是你的民，也是你草场的羊，更帮助我们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我们都要称谢进入你的门，赞美进入你的院，感谢你，称颂你的名，让上帝你的良善，让上帝你的慈爱，让上帝你的信实，不仅在我们的身上，也在我们的世世代代当中，都能够不断的来颂赞你，不断的来传扬你。我们这样子祷告、祈求、感谢、赞美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